徐伟老师，又到了欢笑学习客家话的时候了。我们一起来微笑讲客家话啊！今天要介绍是好吃的东西哦。客家料理里面呢，特别用猪肉做的菜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说客家咸猪肉，怎么说呢？客家鹹豬肉。客家客家鹹豬肉，鹹就是咸的，豬肉就是猪肉，客家鹹豬肉，哦，好下饭哦。接下来介绍更是徐伟老师的最爱，笋丝蹄膀、笋干猪脚。笋干猪脚，我每次都吵我妈妈要做来吃哦。笋干猪脚，还有呢梅干扣肉。客家菜的做法呢是把咸菜剁得碎碎的，再加上绞肉绞一绞，然后一颗一颗圆圆，有点像小型的狮子头，是这么说的。鹹菜整肉鹽，鹹菜整肉鹽也是我的最愛哦。徐老师每个都是你的最爱。再来酥炸肥肠，哈哈。炸胎葱头，炸胎葱头也是好好吃哦，油滋滋的。好了，你可以说我要点什么什么菜，比方说我要点一个客家咸猪肉，就这么说了。我要点，就是我要。点就是点菜的点，我要点客家鹹豬肉，很好很好。我要点的是笋絲蹄膀，我要點笋干豬腳，就這麼說。那如果說你是要外帶呢，意思就是你不在這用了，你要帶回去咯。這句話是這麼說的喲，我要帶轉去，我要帶就是帶，轉去就是回家，我要帶轉去一隻笋干豬腳。我看一隻可能不夠，要2隻、3隻、4隻、5隻，哈哈哈。OK， 好，所以呢很好用哦，下次用客家話點菜喲。接下來英客喜相逢，徐偉老師要介紹我們常說活到老啊，學到老這句話。客家人呢可能因為美食，所以吃到老學到老。我們用吃這個字，食到老，學到老。食就是吃，到老就是到老，食到老，學到老，學到老，與學到老無關。好，來食到老，學到老。英文很簡單 ，To live is to learn， To live is to learn。今天就學到這裡嘍。接下來呢，徐偉老師要帶着大家開口念咯，嘴巴見徐老師哦，預備起來。客家鹹豬肉，笋干豬腳，鹹菜整肉鹽 ，yummy yummy， 好吃哦。炸胎葱頭，我要點客家鹹豬肉，我要帶轉一隻笋干豬腳，食到咯，學到咯。To live is to learn。我係徐偉，今晚你好多呀了，安子生，再見。